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初7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高雄传出分尸命案，一个71岁的妇人人无转厝，后生着急报警。警方查到72岁姓张的男子，伫因家发现济火者，调监视器也发现伊把到河边等物件。也那警方也伫河岸发现部分的尸体，甲这个姓张的查甫人以杀人罪嫌来上班。警方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为什么杀人还要分尸？是因为钱吗？你动机是什么？面对记者问话，72岁姓张的嫌犯无讲话，在警方的压力之下，今日要地检署。71岁姓林的负责人，初日下晡为因兜出门，1点钟了后，伊载一个查甫人出现伫鉴定区，外一位行仔都无阁出现。警方锁定迄一天被载姓张的查甫人，去了解状况，伫厝内发现未少的血迹，就是这个墙上和地板，还有浴室的排水孔都有血迹。那目前初步了解是人的血迹。花莲人伫2月初7下晡5点为南门开徛街出门，5点55分出现伫鉴定区，在县张的查甫人去对方的厝，亲人找衫等伊找无妈妈，连续2天报警，警方启动紧急协寻，用花莲人的手机定位，测试暗时9点外找到姓张的嫌犯。伊被翕到2月初3真济摆进出家门，到一个河浜边捡物件，警方也找到部分的尸体。打捞到这个人体组织，有一块人体组织，还有一块疑似人的脚掌。虽然嫌犯无被认罪，暗过所有事情拢指向伊就是凶手。警方先后将伊依照杀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个申请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下晡落南寒流落南，各地头气温明显的下降，愈暗会愈寒。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顶半天，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高温17度到20度，东南部甲南部较温暖，会当到22到24度。不过到下晡，温度会快速下降，一路会寒到后礼拜1的透早。国际寒流期间，中部以北、宜兰、金门8度到10度，南部花东、澎湖10度到12度，马祖是5度到7度。因那雨水的部分，今仔日主要伫这方面的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的山区也有南山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这波大冷的空气落南了后，拜六礼拜的水气就会陆续减少。明仔拜六爱补班、爱上班的民众一定爱加套一领衫。虽然讲昨寒流有大幅度减弱，不过今仔日下晡又有另外一阵寒流落南。气象署表示，为今仔日暗时开始，温度就会落真紧。估计拜六礼拜是上寒的。因那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敢若剩8度到10度，其他地区也会出现10度到12度的低温。玉山北方山头看一颜色，虽然拜四寒流有减弱，不过温度依然真低，所以玉山北方气象站阁有一寡积雪。气象署强调，拜五下晡会有另外一波寒流接咧到位。拜五暗，全台湾各地头降温的速度会真紧，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会出现8度至10度的低温，其他所在也拢剩10度到12度。在周六的晚上开始，整体比较冷的情况下，将会是落在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都是有机会来到8至10度的低温，而其他地区也加上10到12度，温度真的非常的明显的寒冷哦。气象署表示，未来这波寒流会持续影响到后礼拜1、拜5规天，北部、东半部地区可能会落雨，拜六开始转大冷，雨水渐渐减少。从周六到下周一，受干冷空气影响，所以整体的降雨的一个区域会稍微限缩，会由原先桃园以北地区逐渐限缩到大台北、基隆北岸以东半部地区。气象署表示，到拜六透早水气较高，中部3000公尺关山有机会阁落雪，也若北部2000公尺、东北部1500公尺关山礼拜也有可能落雪。气象署提醒民众，天气变化大，拜六礼拜上寒，全台冷叽叽，民众一定要加套衫，随时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
各地头要是小正咧做疫苗，也因为工会的流感疫苗按算1礼拜内就会做了。卫福部长邱泰源昨就伫行政院会提出紧急采购流感疫苗报告，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将同意增加10万ton的工会流感疫苗，限定65岁以上加幼囡仔加11个较高风险的族群来使用。诊所门口护理人员详细对资料，还有人专工请假走一抓。为8月开始，受到家人饲鱼丸熊熊过身的消息的影响，各地大概是小济要做流感疫苗。非常严重，所以就想来保护一下自己。有现货可以打的话，那就赶快打。自己诊所有在加订这个自费的流感疫苗，那也就是一到货就全部都被打光。诊所工会的疫苗早就去互注了了。还有80支自费的疫苗，嘛是2天内就注了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最近这2礼拜就新增加25例流感重症死亡的病例。云林县嘛公布今年1月份2个流感并发肺炎死亡的个案，其中一个20多岁职业军人确诊 A 型的流感，过2天照电讲耳朵规个变白色的，隔2天宣告死亡。采纳行政议会，卫福部提出紧急买10万剂公费的流感疫苗，行政院随同意。是紧急增购疫苗所需的预算。将比类内采购114年秋冬流感疫苗预算之内买疫苗是要争取时效，而且大家都在抢，争取解放上述的相关预算1年抢进秋冬流感疫苗。这批10万剂的疫苗会提供给65岁以上的社会人、55岁以上的原住民、安养、长照机构的对象，也有满6个月以上也未读国校啊进前的幼囡仔，甲有新的人等等，11类原计划第1阶段的对象来做。行政院嘛强调讲，会请卫福部赶紧依法办理买流感疫苗的流程，照顾高风险族群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流感疫情加悬，根据中华基督教病院的统计，今年过年急诊的人数甲往过同期来比是加3成到5成，其中流感甲肠胃炎的病人加要5倍。这礼拜5，阁有冷空气要到位，伊需要提醒民众去人济的所在，就要挂喙安、接洗手，减少胃病的风险。病院急诊室内底有袂少等要看病民众，除了胃肠炎的病人以外，也有侪胃着流感的民众。根据中华基督教病院的统计，今年过年的急诊人数甲过去比，加出3成至5成，医护人员无用气气。今年春节年假较长，气温偏低，人潮拥挤，因此本院类流感患者多达260几人次，比以往春节多3至5成。年假结束，国内流感疫情开始热悬，其中中华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全部注了，干那部分的诊所有自费的疫苗。即阵也风声讲，因为无易风声通知，出现民众抢要买流感抗病毒药的现象。中华卫生局是强调，就要遵照医师开的处方来食流感抗病毒的药啊，千万唔通乱食药啊。智慧的，我们现在在预约也是剩下很少量。用症状治疗，症状例如发烧、例如脱水，用症状治疗是最重要的。无任何症状，嘛无感染到的时阵，其实你无需要讲家己传这个克流感，而且克流感药嘛是一个医生处方的用药吼，一般药局是袂使家己买吼，你家己买这个药来食嘛，对这身体无好。卫生局表示，爱有流感的症头，食抗病毒药啊才有效，若无颠倒会出现抗药性。也若目前中华县65岁以上的时段，流感预防针的注射率有5.3%。卫生局表示，已经有达到群体保护的效果。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起先是中国时报，国共客运1月薪水无按照时间发付薪额。劳动部表示，劳基法规定，工资要伫约定的时间来发付员工，袂使以任何理由来延前。加增工补发予员工要是违法，会得罚2万到100万。接下来是自由时报，台湾中油推动头一座加氢站，目前设备拢到位，等待提营运许可。第1季尾会测试，第2季可能就通营运。第1站伫高雄的南子，第2站可能设伫台北市。但是因为加氢示范站要有氢能把握搭配才通营运，目前要等待相关的政策对着脚步。
落尾是联合报，新竹市正义车联行后生单元上欠债，可时常甲爸母冤家，买20公升的汽油火烧厝，害母亲妹妹牵手3个囡仔大嫂等等的人拢服小死。一审不互人判死刑，二审认定单元上自首，该判无期徒刑。最高法院昨驳回检方上诉定宪。除了这摆新竹化学纤维厂发生爆炸，亲像进前屏东民用发生火灾，造成10个人死亡，112个人受伤，其中也有4个警消人员不幸过往。针对这款情形，立法院会三读修正通过工厂管理辅导法，违反上重通罚到500万，希望通减少意外。也那专家是认为，爱去检讨企业防灾，看厂房的特性，去制定相关的防灾甲应变措施。火昏14，2个消防员工厂烧出一粒大火球，爆炸声一直响。2023年9月，屏东的明阳工厂大火，造成10个死亡，112个受伤的悲剧。4个消防员不幸殉职，检讨声不断。今年7月，立法院会三读修正通过《工厂管理辅导法》，工厂业者若是无依照期限申报危险物品，违反申报规定，还是申报无实在，主管机关会当处工厂负责人相关500万以下罚款，搁下令限期改善还是申报。到时阵无改善还是申报者，会当按盖处罚，罚款提高100倍。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新法要把跟它火灾不发生是2回事。这个新法是怕消防人员去救灾的时候，因为它发生爆炸，所以要搞清楚危险物品的种类有哪些，存量多少，火灾会一直重复发生，那业者要负最大责任。他可能在预防做得不好，他可能在应变也做得不好。敢若动法也是无法度避免工厂大火搁再发生。台湾车拉伫新竹新埔镇一间化学纤维厂发生气体爆炸，造成2个死亡，19人受伤。敢若最近都有5件重大火灾事故。2024年12月，台中大都全联仓储导火，造成9个死亡，7个受伤。2023年彰化宝岛联华食品工厂火灾，造成9个死亡，13个受伤。2022年杨梅家乐福大火，搁还是一群烧毁39亿天价的财损。像今天的这个远东化纤的这个大火，其实大家比较质疑是说，是不是因为工厂的管线或者相关的这些设施设备太老旧了？很多的工厂在劳安设施的时候，可能不愿意投资太多，不愿意及时的汰换管线，对工厂来说，往往是一个不会立即有回收、有利润的一个成本。那点出工区法的条文内容甲现实无共，工商协会嘛指出，地方政府监督单位嘛爱全部检讨，包含人力欠缺的问题、复杂客载次数，也有是不是有确实执行，同款是需要关心的防灾重点。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这2天有真侪民众通报讲有闻到塑胶臭味，环保局表示是因为隔壁的彰化小连续有塑胶厂、回收厂发生火灾，包括西螺、启东、斗六等等地区空气拢有受到污染，提醒民众出门就要挂水暗，做好防护。一个载民众来到西螺堤防运动，嘛是持续闻到空气中充满烧塑胶的味。有民众表示，安尼情况已经持续第2天。闻到味道是怎样？都塑胶的味道啊！烧塑胶哈？对啊。会觉得受不了吗？不爽快，就是烧东西臭臭的、啊。对，然后有很像烧垃圾的味道。不止云林西螺有民众通报，包括后尾、启东和斗六地区，拢有人闻到臭味。对此，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是这2天彰化陆续有几件工厂火烧事件。有明显的烟尘往云林飞过来，受影响。彰化县上风处，它辖内2座塑胶工厂及资源回收厂发生大火，造成这个烟尘易散的一个状况，而影响本县那云林县环保局也接获到彰化县环保局的一个通报，立即启动监控这个烟流的一个动向。那目前依照微感器的观察云林县辖内多处的一个下风处的乡镇。有烟尘受到烟尘的一个影响。云林县环保局表示，6号上午，云林县辖内环境风场偏东风，台湾西半边扩散条加歹，污染物容易累积。云县内空气品质达到已经初级等级，嘛希望民众避免户外活动，加强喘气防护。公司新闻王伟雄云林报道。
美国总统 Trump 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了后，就随宣布讲要接管加沙，我要求巴勒斯坦人上好赶紧搬离开。加沙百姓嘛表明，家己绝对袂离开家己的家乡。也那联合国是警告 Trump 政府莫违反国际法，犯着种族清洗的罪名。美国总统川普这时宣布要长期接管加沙，要将加沙改造做中东维纳海岸，呼吁将近200万巴勒斯坦人找其他所在住。虽然国际反对声音真济，也毋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煞甲这形容做，川普是烦恼到加沙协助中建，真拄未波动的时阵，烦恼居民受伤，则要求居民伫加沙以外的所在住。And the only thing President Trump has done very generously, in my view, is off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ingness to step in, clear the debris, clean the place up from all the destruction that's on the ground, clean it up of all these unexploded munitions.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will not be able, the people who call that home will not be able to live there. 虽然安尼讲，川普提案有原引发除了以色列以外西方其他民主国家反对川普的做法。They must be allowed home. They must be allowed to rebuild, and we should be with them in that rebuild on the way to a two-state solution. 除了英国德国总统施坦迈尔表示，完全无法度接受川普的提案，认为这生出新的痛苦甲羞愧。巴西总统卢拉认为，在加沙发生的代志都是种族灭绝。美国冇参加这场活动，不应该是会当接管加沙国家。在以下冲突停战期间，已经陆续有巴勒斯坦人登去到加沙开始重建工园，居民爱川普卖面包，因绝对袂离开家己的土地。إمكانية إحنا ننزح فيش إمكانية ننزح هذه أرضنا واحد ينزح من أرضه قسرا لا والله فشقت عينه 综合英国媒体 BBC 甲英国学者甲专家的分析，川普的提议有可能无法度实现，也毋过会引发后续，包括以色列政府用这来拒绝停火等等的效应。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美国总统 Trump 才就任2礼拜外尔，就已经出现大规模全国性反 Trump 的示威。示威者批评 Trump 打压非法移民、限缩学性别者的权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开加沙走廊等等，也批评 Trump 政府就任了后的行政命令，拢是咧行回头路。Trans kids are under attack. What do we do? 纽约市政厅公5号组织100多人响应网络发起的 #建立抵抗势力加 #501，也就是代表50州50场示威同一天的反抗运动，是为第16任总统林肯盖茨堡宣言的名言。美国是民有、民治、民享国家，互示威者改造川普拥有马斯克弟弟有钱人享受的标语牌，靠洗这个世面。Look at what Elon Musk is doing in the Treasury right now. It's a complete coup by a handful of people who are not elected. Nobody voted for these people. They're subverting our democracy. 加州、德州、明尼苏达、密西根、威斯康辛、印第安纳、阿拉巴马这些所在，即间拢有规模无共的街头示威进场，理由为打压非法移民、限缩跨性别者权益，到强迫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走廊顶。示威人士批评川普所颁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是伫咧行倒退。另外，川普初五就伫一大阵女运动选手做阵签署行政命令，禁止成立男性的跨性别选手参加女性的运动比赛。With this executive order, the war on women's sports is over. 川普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有效结束所有伫公立中小学甲大学等对女性运动选手的欺负，来做允准跨性别者参加女子的运动队伍，也是进入换衫间，可能会失去联邦经费。佮要求国土安全部爱照办，无发放签证予同款背景的国际运动员来美国参加比赛。出名的前职业自单车赛选手，捌伫国际奥会成功捍卫跨性别运动员权利的克里斯汀沃利，伊讲川普所提出的理由甲数字根本无正确。Today is another example, at the highest level in seat and position and power in the world, watching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ticulate complete, utter nonsense and doing complete harm to the most vulnerable communities in his own society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ill have generational harm. 另外一方面，伫阿拉巴马州州长凯伊初时就签署法案，呼应川普敢若承认男女两种性别的主张。伫华盛顿州了后，马里兰州联邦法官初五嘛以违宪的理由停止川普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川普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甲世界卫生组织了后，即马以色列嘛对咧宣布讲要退出人权理事会。因那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嘛宣布讲要退出 WHO， 佮要禁止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变性。在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命令，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了后，伊亲密的盟友阿根廷总统米雷基也决定对美国退出 WHO， 并且透过发言人讲，不准国际组织干涉阿根廷的主权甲健康，也强调阿根廷将来就无对 WHO 得到医疗相关的资金，所以不会影响服务品质。le da al país mayor flexibilidad para implementar políticas adaptadas al contexto e intereses que requiere la Argentina, así como también mayor disponibilidad de los recursos y reafirma nuestro camino hacia un país con soberanía también en materia de salud. 阿多尼讲，退出是因为伫咧卫生管理方面意见正无同，特别是伫咧新冠疫情的期间。阿根廷即马每年捐差不多800万美金，所以估计对 WHO 未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美国是上大的个别捐助国家，2024年的捐款差不多是9.5亿美金，占总预算要加15%。美国按算伫咧2026年1月2日正式退出 WHO。BBC 报道，若是有国家退出 WHO 作为全球卫生机构的信誉，将会受到打击。阿多尼也个宣布禁止对18岁以下未成年人变性。Estas intervenciones a las que se expone a los niños es un grave riesgo a su salud, tanto física como mental, ya que implica una interrupción en su proceso de maduración. Además, en muchos casos los efectos de estos tratamientos y cirugías son irreversibles. 另外，以色列也得到美国的卡布，伫最高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讲，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施加100多项谴责性的决议，以色列未搁再接受这种歧视。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法国是世界上上大的经济体之一。法国政府初五经过国会的无信任案投票，2025年度的预算案总算是通过。Scrutin. Majorité requise pour l'adoption de la motion de censure sur la majorité absolue des membres composant l'Assemblée 289. Pour l'adoption, 128. La majorité requise n'étant pas atteinte, la motion de censure n'est pas adoptée. En conséquence, les conclusions de la commission mixte paritaire sur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5 sont considérées comme adoptées. 法国总理被何暂时延后参选，后边可能面临更较侪国民联盟甲社会党支持无信任投票动机。Notre intention est que ce budget l'année prochaine, si nous arrivons à remplir les objectifs que nous nous sommes fixés, ce budget ne soit pas le même. Et donc ce budget est une étape d'urgence. Le budget que nous allons adopter aujourd'hui, je le crois, est une étape. C'est même le début du commencement du travail que nous avons à faire. Le gouvernement, naturellement, y participera. 法国2025年有3项国会卡关，唔但引起几啊个月政坛动乱，也造成前政府崩盘。总统马克宏随中间派老将被捕，政府的国会唔是多数。一礼拜之前运用特殊宪法权利伫下议用无经过投票方式，强行推动预算案，引起2摆无信任投票。极左派不区法国提出动议，反对党自由派国民联盟甲社会党宣布支持预算案，暗过也无支持无信任投票。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川普政府规划200个联邦政府的公务人员，上换伫初6半暝之前，爱摕8个月的薪资甲津贴的补贴金，家己离职，也无就会随互人私头路。今仔日联邦法官是暂时把这个计划冻落来，初10下晡的法院听审结束了后，搁再决议。菲律宾有一架小型的无人机落落来，无人机内底一个美军的成员加3个国防的承包商3个国防承包商人员死亡。美军印太司令部讲，这架无人机迄当时在咧进行任务，提供菲律宾情报、监视甲侦察资源。
脱离苏联独立要35年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甲立陶宛，这个拜六礼拜会甲罗西亚小连的电网断线，甲连到欧洲联盟的电网。配合马港分局的侦查队测试透早，警方怀疑有一个人家厝有藏枪，去到现场却无找到物件。不过，这个警察说甲警察专用的枪甲枪支留伫现场，厝主的后生赶紧甲物件送进去派出所。警方表示，这款无头绪的状况调查了后，会按照规定来处罚。民众发现因兜椅仔顶有一个牌仔，甲拍开了后，发现内底有枪。烦恼去用误会偷藏枪，所以赶紧报警察。伊怀疑这个牌仔是顶一日去因兜所在的警察无细字拍家楼的。毋过伊敲电话去派出所敲2届，所了红局是讲是来乱的，佮较烦恼若无细字爱去共打罪。请派出所他们过来拿，然后他们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恶作剧，然后又要转去东卫派出所。我说我就捡到一把枪，你们过来拿一拿，有这么麻烦吗？然后最后讲一讲，他来叫我自己拿过去，这样。一直到测试再起，民众亲身把这卡牌仔送去另外一间派出所。警察发现内底有手续票、无线电、小电脑领机证，还佫有一支枪甲24粒枪支，赶紧通报定时。原来这卡牌仔是偏湖县马经分局侦查队的一个警察的。测试透早，警方怀疑一间人家厝内底有人偷藏枪，所以找手续票去搜查这片躯体的任务。不过伊的枪顶顶的装备煞拍家楼去。侦查队同仁在2月4号进行具体搜索的时候，将个人携行装备遗留在嫌疑人的住宅中。关于本案相关疏失的同仁，我们也会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后续的惩处。苏当时伫现场并无查到可疑的物件，警方先甲嫌疑人躯体移送地检署。警方回应讲，当人搜查了后，就随发现伊的牌仔拍无去，加在有找到倒来。除了检讨改进，嘛会提醒当人任务结束了后，就要确实检查装备。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市民区等5个人，甲大同前董事长吴乃仁等的人接班，引起质疑。专案经过北检行政调查，发现开卖6万块接班，而且是做人力资源的业者出钱。认定洗钱的检察官知影吴乃仁会来安尼受人款待，有违实的情形。这5个检察官拢送到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伫高级的日本料理店用餐，真侪个北检检察官收连续离开。按过去年底这场餐会，互人压出，将大同董事长吴乃仁有参加，因为吴乃仁牵涉到大同买地弊案，检方共度用餐嘛引起争议。经过北检启动行政调查，查查结果公布，认定出席的5个检察官拢有违实。检方吃的这顿饭餐费我买6万，拢是主人人力中介业者付的。又以请检察官市民区找吴乃仁参加，另外4个检察官是市民区以同事食饭的名义邀请来参加。北检认为，准讲食饭无牵涉到个案拜托，也是工程，嘛无职务利害关系。不过已经损害检察官公正清廉的形象，全部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做个案的评鉴。今天的问题不是说有这种餐饮接触，不是这个问题了，而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爆发了以后，对我们社会上的一般民众，会对检察官的那种公正廉洁的形象，是不是会产生打折扣，产生质疑？调查报告指出，市民区对吴乃仁出席应该知影，故意超过正常社交礼数标准接受高级餐饮。案件互人压康了后，虽然有付清楚餐费，不过伊约人加身份职务明显无适合的餐会活动，会影响司法尊严。受邀请出席的其他4个检察官，准讲事先拢唔知影。不过随便互人请，嘛无随离开，行为共款无准则，失去谨慎。在讲检察官伦理，是因为他有职权，他要很小心。外观让人觉得他可能是不公正的，可能会有交易，会有不当的一个交换，这样的情况都是不行。比起一般民众，民间事改会表示，检察官有更较侪职权，讲甲做爱更较注意，唔通无准则。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东港安泰病院去年10月发生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事后，互人发现病院有真侪所在拢是违建。病院的营务院长苏正全甲医组总务长的阿兄苏伟祥去互检方叫来问话，按照过失致死罪等等罪嫌，以500万加300万交保。 6号早时，国民党屏东县东部新村团派立委苏清泉早到现场，身为安泰病院荣誉院长的伊5号和屏东地检署以被告的身份传讯。现在还在侦办当中，所以我不方便透露细节。但是我跟大家报告，苏清泉跟医疗团队是救人，照顾病人是我们一生的职业。 屏东地检署表示，苏清泉还有总务长涉犯刑法过失致死罪，还有建筑法有供营业使用事实的建物，违反建筑物合法使用结构设备安全规定，使人死亡。2个人犯罪嫌疑重大，苏清泉以500万交保。上午受访的时阵，伊讲话真保留，毋过团败时阵致辞，伊嘛讲到心内的无奈，希望支持者相信伊的清白。既然会被被告，所以很厉害啊！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医疗的使命五味杂陈不过我还是会勇敢的面对东港安泰病院造成严重死伤，检方向过失致死、伪造文书等罪来侦办。进前已经有水工技师员工、安检机构检察人员2个人列被告，这届佫甲苏清泉甲伊哥哥列做被告。检方表示会持续调查，查明事实，还有责任归属。公司新闻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 即届朝野大罢免，宜兰的民间团体嘛要罢免民进党的立委陈俊武。陈俊武本人是表示，伊任内为宜兰争取到超过495亿的建设经费，绝对会当接受众人的检验。在满城风雨罢免陈俊武的口号声音当中，民众去联署站签名支持罢免立委陈俊武。 宜兰县民间团体就发行做罢免陈俊武的电线联名，以满城风雨为口号，呼吁县民来参加。财划法里面每年可以为宜兰人增加128亿，结果我们宜兰人的立委竟然不支持。参加联署的民众嘛认为陈俊武无替宜兰做代志，目前的表现嘛无好。 而且在违法修法，要替宜兰增加128亿的预算，陈俊武算是无支持，红无法度接受。他没有为我们做事民进党又恶劣这几百亿对我们宜兰县县民多大的帮助结果他竟然没有赞成。不过，有民众认为讲，罢免的行动浪费社会资源，甲百姓纳税税，实在是无必要。若是成案，因嘛袂去投票。蓝的要罢绿的，绿的要罢蓝的对就罢来，整天罢来罢去。 我觉得很浪费社会资源，我还是不会去投票。对，因为说真的，这种都是针对特定有心的人士在操作的东西，那我们就静观其变。未来中央跟地方的这个补助款跟配合款的部分，如果再做重新调整之后，对于我们相关重大建设会不会造成更加剧烈的影响？反倒让宜兰县的这个建设没办法向前。 面对罢免团体批评陈俊武反对在违法修法，陈俊武回应讲，伊并不是反对，是认为修法的过程袂当伤过潦草。若向修法，恐惊会减少中央对宜兰竞争性的补助，应该好好来评估。而且伊嘛强调讲，伊伫任内为宜兰争取495亿外建设的经费，计算率有甲100%，是红考袂到的。公司新闻宜兰报道。 健康智慧当咧穿也引起治安的疑虑，因此伊下令公布机关全面禁止使用中国 DeepSeek 的 AI 服务。但是公立大学研究机关必须要使用，会当按照规定报准许可，采取必要的措施了后才通使用。或者是提醒公布机关要定出规范，也要加强人员的 AI 素养，才通达到维护治安的目的。 最近 AI 渐渐进入大众的生活，不过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技术 DeepSeek 推出的人工智慧模型引起治安的疑虑，行政院下令公务机关全面禁用。
行政院已经宣布了，公务机关及立即全面禁用 DeepSeek AI 服务。公立大学及研究机关有使用的需求者的话呢，可以依照这个规定报准核可，在必要管制措施后再行使用。为了因应新形态数位服务产生新的资源风险，倒形态嘛要求公务用的资通讯产品一律袂使使用中国厂牌，也袂使装非公务用的软体。另外，若是公立大学甲研究机关必须使用 DeepSeek AI 服务产品，一旦照规定报准核可。遵守以下的规定，包括要指定特定的区域、特定的人员使用，使用的理由消失，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另外，以不含个资资料的电脑单机将其下载，并且断软使用较为安全。所以 AI 素养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今天不是说人家有一个好东西好用，我就赶快去用。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有一些包含个资的这一些资料，其实是不应该要直接丢到生成式 AI 上面去做一些处理的。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生成式 AI，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学者提醒，各公务机关要有内部规定，就是对高风险网络的遵守限制，嘛要加强人员的 AI 素养训练，就是个人的资料加智慧财产保护这的配套措施，才当达到维护治安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最近又有民众接到电话卡来问讲，要看卖我是啥人，这款古早的诈骗手段。警察局特别邀请金牌投手林玉斌来分享，提醒民众面对诈骗就要提高警戒，详细查证。内政部统计，顶个月台东县诈骗案件全国上少，诈骗的手法一直伫换新，不过也是有早期的旧部署又搁出来骗人。台东分局最近就接到一件较早捌发生过的，又讲我是谁的诈骗案。一个查某人接到叫做查某囝等的电话，爱厝的人汇36万来帮助伊可怜的同事。查某人去银行汇款，扣行员通报警方来处理，成功阻止诈骗。确认了，然后用手机拨打电话联系女儿，确认后是否有此事，发现女儿并未拨打电话要求父亲汇款。警方强调，拄到父亲像诈骗的部署，上界重要就是加速查证。早起台东县警局就邀请世界杯金牌投手林耀明来广告反诈骗。林耀明以身边亲友拄到纠集，也甲投资诈骗的案例，说明真正爱查证，避免人财两失。165的那个仪表板其实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都时不时去滑一下。民众能够关心这一些诈骗的案件，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才是重点。我表示，警政署设立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诈骗方法，让民众了解，呼吁民众拄到好亲像诈骗的资讯，一旦前往路查询，也是询问就近的派出所，提升警觉，好好查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顶一搭的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4的地震，嘛，互台南东山未少行灵景观的灶坑拢害去，当地嘛有220户的厝受损，见到废弃物的清运也真做一个问题。公所表示会先用因的公务预算来处理，不过也是需要市府来补贴才有够。农民买靠无目屎，因为今年打开80万起好的肥皂坑，所好顶顶来地动又甲歹去，土窑壁煞死价，有的是规则拢放落来。足侪搭共款嘛拢安尼，伫台南东山遮真出名。逐当8月，因拢用土窑古法来行人景观。农民本真欢喜今年林景的大收，8月通背来卖。无因哦天灾甲因讨债器具拢破坏去，农民无奈讲，即阵建材拢起悬，就毋望政府甲因斗相共夺回南关。就我若今年啦生，讲起来是东山的大生年啊。我个无法度背啊，无法度背，要等明年啊。台湾南部这断层太多啦。啊，阮的肥皂坑哦，常常你安尼放，也袂使，因为阮这是土肥啊，土肥咱较无地基啊。地动已经半个月，不过从外口这边30米长的砖仔墙全部倒去，有的土角是妨碍到人过路通行的状况不加济，到今也未处理。有民代指出，这个楼厝早期咧起的时阵，大部分拢无申请建物保存登记。地书这阵若是要清理建筑废弃物，无法度申请，议员希望市府通向中央争取补助。嘛唔敢讲全部问政府啦，像这阮嘛是爱家己的安全，阮嘛是爱家先开啊，无要安怎？对政府来讲，他根本不知道你这里有房子。那像他这样子产生出所谓的建筑废弃物的时候，一来
政府没有办法帮他贴红单或黄单；二来，它的建筑废弃物它就会产生出一个有点尴尬的存在，到底这些建筑废弃物是从哪里出来的？现在由环保局以及市府民政局的区公所来处理这些业务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编列预算来有所指引。东山区公所统计，厝受损的案件已经通报超过250件。公所讲，部分的经营公所经费来清运，其他嘛是需要市府补贴。环保局讲会配合公所提供场地，互因倒废弃物，协助居民重建家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市立博物馆专工举办展览来了解火鸡肉饭伫嘉义的历史，嘛特别增加互动的设备，互民众哪算哪了解这项特色文化。民众按照家己的想法来回答问题，电脑就替因找到符合口味的火鸡肉饭。嘉义市博物馆的火鸡肉饭地点，就甲市内火鸡肉饭店家资料甲特色拢记录落来。互民众会当配合家己的需求，找到合口味的火鸡肉饭。博物馆那边有一个 APP， 那个也是蛮好的那种，给外县市跟整个人那个嘉义市知道鸡肉饭的特色在哪里。看完这个展览之后，可以作为就是他们走出这个博物馆之后，然后去实际品尝，就是他们想要吃的那一碗火鸡肉饭的一个建议跟参考这样。市府根据轰炸家己的火鸡肉饭至少有75档的历史。博物馆初步统计，嘉义市内有150间卖火鸡肉饭的店家，密度比四大超商搁较悬。因的口味特色、营业时间拢伫展览看会到。有业者讲，展览的举办也带来广告，嘛互火鸡肉饭的变化愈来愈多。是来看这展览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嘉义从早到晚，就算24小时都有火鸡肉饭可以吃，还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呢，很多人都喜欢吃健康餐嘛，就要摄取比较多的蛋白质。对。那我们也是可以特别针对，你想要鸡胸肉比较多一点，还是鸡腿肉比较多一点，都可以去做克制。这个展览原本到3月初2就要结束，但是因为火鸡肉饭业者的支持，所以延长时间到5月20。博物馆表示，展览当中还有真侪火鸡肉饭的知识甲历史，希望透过展览，互愈来愈侪人来了解这个所在特殊的食食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2025台北国际册展总统赖清德会推荐名单，30本册内底有3本台文册，5本台湾的网价。入选的出版社表示，要做台文册，唔那编辑的成本是真悬。上届烦恼的就是市场的反应。有赖总统的推荐嘛，希望互愈侪人看到咱台湾优秀的作品。轰隆轰隆，只感觉一排搁一排的彩印，直接拍入我的心肝头。前几天总统来说台北国际册展的时，用台语读台湾经典电影《油麻菜籽》的共名小说。今年总统的推荐册单30本内底有3本台文册入选，包括散文《配台囡仔的写书演戏集》你伫风中行来和绘本《树啊反射还会去》，佮有5本台湾红仔册，亲像有种木过树的小定等等。有出版社表示，这台文册、台湾红仔册通入选总统册单，对因来讲是真大支持甲鼓励。台语是足水开的语言。台文嘛足优美的，总统的鼓励，阮当然嘛是讲，感觉讲搁较有即个镜头啦。老总统即届伫咱的册展哦，其实经袂少台语的册，而且嘛看到讲真侪出版社拢陆陆续续来投入台语、台文的出版，我感觉这是真好的现象，因为咱会当看到总统，毋那是会晓读，伊嘛会晓念，所以看台文册这件代志可能无大家想的遮尔啊困难。除了台语和文史相关的册，总统嘛选到这几年在国内外卖甲真好的台湾红仔册，引起真侪网友的讨论，亲像 BL 的 Day Off、女性义第3个无结婚的女人等等。本身伫咧经营出版社，嘛是文化研究的学者刘定光肯定总统真有眼光，伊嘛认为对红仔册入门来了解台湾文史，也是各种议题是真好的方式。我们刚被删了很多预算嘛，对不对？所以很需要大家各自的努力，再把台湾这些很优秀的东西再推出去。那其实赖总统的这个贴文一发出之后，我觉得对于这个台漫主题或是台湾社会文史的这样子的主题的推广，其实非常的有帮助。有出版社表示，虽然台文册的出版成本悬，嘛比出华文册较费气，不过加在这几年有文化部补助台语、台湾文学的出版，加上台文册市场反应未比华文册较输，出版社嘛希望总统的推荐册单出来以后，通进一步带动台文册和台湾红仔册的买气，让愈侪人看到台湾优秀的作品。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
国家人权博物馆逐年都会透过工作坊，带学员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来创作绘本。这几年开始有民间的出版社来出版这挂作品，不过出版社也发现，因为人权的议题较沉重，民众接受程度无遐悬。虽然起草无好，但是因会坚持做应该做的代志。黑暗色水的图，一句无人发现，且是虾米时阵经过的做故事的起头，描写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伫半暝会向互人掠走。这本绘本发现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第3届人权教育绘本定选计划的首奖作品。去年由民间出版社出版，拜时伫台北国际册店办人权绘本读册会。受难者前辈有说，就是随着时间，他的可能周遭的朋友慢慢凋零，然后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要让我们发现才对。是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想要了解里面的一些符号，然后可能会更进一步去探讨。作者陈维干希望这本绘本会当真多囡仔了解戒严时期的开始，然后偷偷去接触研究更较深的人权议题。只是讲戒严人权这款议题，因为较沉重，要引起囡仔的兴趣，转换做囡仔看有的绘本，真正无简单。出版社也坦白讲，起草确实无啥好。读者还需要时间，当然，我想在目前有资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保留这些相关的议题来做准备，日后的研究者或者是相关关注者，其实都还有机会是可以继续深入或了解这些创作这样子。那这些故事也是需要大家持续去关注的。人权馆的人权绘本计划，逐年拢会选出几多本出调的作品，参出版社直接出版。除了去年出版的发现，今年也有出版2本人权议题的绘本。虽然目前市场反应无介好，但是因讲因会继续透过各种管道做应该做的代志，互民众去关心人权议题甲台湾过去重要的历史。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2025台北国际动漫节伫南港展览馆正式起稿，一透早就有真侪民众唔惊寒排队等要入场，也有侪日本出名作品的画师拢亲身来到现场。2025年台北国际动漫节设立伫南港展览馆1馆老街展开，100间厂商800个单位共同参与。透早人势馆外几多人，唔惊低温，天都还袂光，就抢排入场。我12点搭捷运过来，1点到。这么早来的原因是为了早点进来，不然有可能会进不来。你今天 cos 的是什么？那个崩华新雄铁道的人来观光。动漫迷伫场内一直走，今日卖商品福袋拢卖完，动漫周边商品柜台拢扫去，唔惊现金早无够，都惊买无。日本正红的作品《名侦探柯南》《美少女战士》，也有《婚姻忍者》这作品的原画师加作画的监制小潘光春老师嘛伫现场出現。私は日本で現役のアニメーターをやっています。で、そんな日本のアニメーションのキャラクターの描き方を今日1日の中でね3回レクチャーします。因为网络时代电玩电影这个娱乐产业发展，日本动漫大量输往台湾，台湾本土的红仔册煞渐渐败弃。有出版商为了推广咱台湾本土的红仔册，就网络研究人才到出版，和台湾作家的作品会当上国际舞台。我们之前还有一部叫做那个《海伦娜与大野狼》，然后它也是那个本土作家就是画的漫画，然后热销到法国，我们还推出了个法国版的。它这个的话也有得过不少的奖项。动漫节拢总5天，预测参观的人会达到48万人，创造差不多2.5亿的商机。公司新闻采。意大利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在元第8世纪就开始咧发展，主要集中伫莫拉诺岛。即马带大家来看这座玻璃岛。云河边的玻璃塔内展示美丽玻璃艺术品。意大利威尼斯是全球有名艺术之都，除了有名大分区，圣马可教堂这景点，当地玻璃艺术同款有上千年历史。特别是穆拉诺岛是玻璃制作艺术应追溯到西元8世纪。穆拉诺岛各有玻璃岛的名声。Penso che Venezia e il vetro si sposino benissimo dal punto di vista. Fa parte del nostro bagaglio, della nostra storia, della nostra cultura. Se mi permetti, fa parte del lusso di Venezia. Venezia ha vissuto nel lusso per secoli.
威尼斯的玻璃艺术制作产业因为烦恼油路的关粉会引起火灾摧毁威尼斯，加上要保护玻璃制作技术，所以集中伫穆拉诺岛。制作玻璃也真辛苦，师傅爱将原料放入超过1000度关粉的油炉当中，将原料用作液体，搁倒入模型。造型复杂的作品，拢需要真一人斗阵做。Un lavoro importante svolto da un'equipe durante il giorno, un team, una squadra come volete, che però viene preceduto da un lavoro importante che viene svolto anche durante la notte per i fonditori, quindi noi ci troviamo l'amalgama, la materia pronta la mattina. 做玻璃艺术创作的师傅乔鲁丹尼，伫这度已经超过40年，是属于一个家族品牌制作师傅。这间家族品牌为1295年开业，到即马已经传承700多年。互人欢喜是，即卖玻璃创作工作者，包括限制伫男性，有愈来愈多女性加入这个艺术创作。But the concentration of talent and skill and knowledge, know-how on one island is completely remarkable. And in fact, 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women operating in the field of glass, although of course women have always been active in different roles in the glass world, but perhaps more and more we see more and more women glass makers and designers too. 威尼斯每年办一场玻璃艺术展，吸引真侪艺术家甲创作爱好者进入都市参加，就展出国家品牌玻璃艺术品，设计师甲游客个人进入当地制作工厂，看玻璃创作大师工作，深入了解这项属于威尼斯真正的艺术。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新闻最后，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6度，中部地区11度到19度，南部地区14度到24度，东部地区14度到22度。高岛地区8度到1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再会。